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Go Go Go 哈 boy》，应该很民主。你看，我们今天呢来到了厨房，你一定知道我们又要来学做料理，还有讲哈 boy 嘞。今天要做什么呢？先来看看。那准备按到嘅食材，到底要做乜嘅呢？要做两个鱼儿米粉汤。首先要来先认识我们的食材，当然就是这两个主角喽，就是这个鱼儿还有米粉。芋头的客家话就是叫做鱼儿。鱼儿把上排牙齿咬到下排嘴唇，这个客家话讲法呢就叫做米粉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就把我们的米粉下去烫一下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主要处理的是它的配料部分，再放一点点香菇下去。我们今天准备的是干的香菇，香气又特别浓厚。把我们的米粉放到那里烫毒哈，而且呢，我们的鱼儿也已经蒸熟了。我们来挑战讲一整句的客家话，就是芋头米粉汤，味道香浓。我们客家话讲法就是鱼儿米粉汤，梅水香又浓。鱼儿米粉汤，梅水香又浓。这时候我们就把它加进去汤头里面喽。到底我做这个芋头米粉汤有没有过关呢？请到我们试吃员来帮我品尝看看 ，OK 吗？好吃。那我就放心了。这个芋头啊，芋头就叫做鱼儿。鱼儿。对，米粉就是米粉。米粉。我们把它加起来变成一整句话，就说芋头米粉汤味道香浓，就是鱼儿米粉汤。鱼儿米粉汤。梅水香又浓。鱼儿米粉汤。梅水香又浓，很厉害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们认识了这一道新的菜色。其实芋头在我的故乡，也就是苗栗这一带，非常的有名，而且种出来的品质真的是一等一的哦。当然了，也要来复习一下认识了新的词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芋头，鱼儿，鱼儿。第二个呢就是米粉，米粉，米粉。第三个，我们来学一整句话哦。来看到这句话就是芋头米粉汤味道香浓，鱼儿米粉汤梅水香又浓，鱼儿米粉汤梅水香又浓，真的是非常的好吃。下一次自己动手做做看，你就会知道做料理其实没有这么困难。好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